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陈怡珍。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自今年元旦开始，为中国入境台湾的旅客，全部拢爱做喙瘾体检。指挥中心今仔日下晡公布头一波确诊旅客病毒的基因定序结果，目前看起来主要的变异株是 BA.5.2加 BF.7占上济，阁有少数是 BA.5.1。指挥中心表示讲，这3种病毒株过去拢捌验到，目前并无发现新的变异株。旅客入境了后排队要等检查行李，指挥中心进前宣布，对7日开始，对中国启程经过香港、澳门转机来到台湾的旅客，必须爱有启程的地点，坐飞机进前的检验报告。根据桃园机场资料显示，头一班对港澳来到台湾的载客班机，伫早起9点35分到台湾，入境旅客66人，上机进行已经检查过检验报告，到台湾了后比较一般旅客入境。因为有那个台商太太新天地都有分享嘛，然后大家知道这个，我们自己除了纸本以外，我有把它扫描起来，所有就有电子档也有纸本。安尼做是为了防范中国可能出现唔知影变异株。对机关署监测员看到，1月7号在中国直航班机对小港机场入境旅客148人，其中喙瘾 PCR 检验37人检出阳性，阳性率是2.6.8%。1月7是1200入境的人，有258人是阳性，阳性比率2.1.5%。另外，指挥中心公布，1月7日入境阳性的个案，CT 值在2以下的人的定数，总共验出3种变异病毒。比较少数的是 BA.5.1， 中国目前比较流行的就是 BF.7 跟 BA.5.2嘛，因为这个本来的数量就不多啦，所以验出来就是会目前比较流行的一个型别。就是中国疫情大爆发的同时，民众抢劫退烧甲止泻药啊，竟然佫传出为着 XBB.1.5 比例，会无度控制会落屎，互伫纸的流出啊，即阵是拢买无。那中国所流行的变异株是 BF.7 和 BA.5 那并不是美国纽约还有说东北盛行的 SBB.1.5。中国是因为人口它非常的大，所以就会让人家有错觉说拉肚子的那个会成为主要的症状，其实并不是哈。对着本土新冠疫情，要伫过年左右达到第3波的高峰，指挥中心也呼吁，厝内底有老人、高风险族群，也未注射对家剂，也是要为着已经好满3个月，以及有亲戚朋友对国外返来台湾的人，拢加赶紧来注射次世代疫苗，来增加家己的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疫情当咧拖，毋过官方煞甲防疫管制一声放令，互国际拢真惊吓。咱台湾除了退烧药啊，互手买了寄去中国。即马连汉药啊，清关1号，嘛有一寡诊所是叫无货，药材分配无条文。卫福部表示，7集会找相关的单位来讨论，看要安怎来应对。金银花啦，板蓝根啦。甲几种中药材分类排好好，这是有抗病毒杀菌等功能的药材，有一寡是清关1号一定爱有的处方。不过即马传出有部分基层诊所无法度叫到清关1号的货，药材可能分配无平均。8家变成12家的科学中药厂来制作，那因为它有安全的库存量，所以我们在市面上。或者说中医诊所基本上应该是它暂时调不到药，并不会全面短缺的问题。中医师表示，国内疫情也算稳定，药厂拢有安全备货量。就算有人因为中国疫情严重，想要买清关1号寄送予海外亲友，嘛要考虑当地的相关管制。颠倒是因为中国疫情的影响，部分药材可能较歹进口入来台湾。短时间因为中国大陆在春运。所以停止所有的运输，再来就是药材已经拉到了港口了，结果又被当地人呢用2倍的价格买回去。中国大陆还是限制大量的清关药进到大陆，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一个药事法规。中医师全联会有新闻来说，他们很担心中药制剂或者清关1号有缺货或不均的情形。药厂都说他们的储备量都是够的，只是这几年就诊率来到了40几%，但以前是20几%，那个制药的需求量很大。卫福部讲，有收到工会反映部分药材欠货，不过药厂也讲备货量有够，所以要邀请工会、中药商这些相关单位代表，伫7集召开会议，研究相关的应用做法。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疫情真严重，各地头病院拢客满人。专家这个官方公布的确诊数、死亡数拢无准，预告寒人确诊死亡的人数恐惊会超过100万人。
另外，香港的民眾驚中國初八開放邊境了後，遊客會甲病毒湧入來香港，即陣是攏掛要注意了。較濟個患者擴散所輔助喘氣，並增加基準式嘅走道攏客滿。上海郊區這間病院每一個病患平均候診時間超過5點鐘。面對解封了後，增加真濟嘅新冠確診人數，中國各地醫療人員攏講按。放開這個前，有一系列的那個動作，讓大家知道多少歲數的人應該怎麼樣。最起碼藥店都到充足了，完了以後再開放是比較好的。中國官方講，疫情喺會當控制階段，目前敢若甲肺炎加呼吸衰竭嘅死亡病例列入新冠死亡人數。頂禮拜官方公告嘅確診人數敢若是1萬，不過政府公衛專家提出質疑。It's quite possible that there will be 1 million deaths or more this winter from COVID in China. And in rural areas that the healthcare systems are not so robust, that's when we may see more impact of the virus. But for some major cities, hopefully the peak in hospitalizations, the peak in severe cases is passing. By maybe the end of January, hopefully the hospitals will be easing up. 中國特別喺初八開放香港邊界，是3年來頭一屆開放。香港地區政府預定單日通關人數會達到6萬人。香港居民是煩惱變種病毒嘛，對入來，確診大陸人滯留，恐驚全香港攏變做臨時病院。因為以我所知，可能內地方面都爆發得好厲害，因為已經講得好清楚啦。其實即係內地人其實係可以付費嚟打呢個2價疫苗啊嘛。咁到時與其先好，大家好互相逼嚟逼去，不如我自己早啲嚟打咯先咁樣。新竹疫苗都驚又閣發生大規模感染，香港居民唔敢大意。不過特別到下農曆新年，春運總量挖近21億人，若是運業第一線工作人員感染嘅風險大，回鄉民眾恐驚會將病毒帶回鄉村地區，所以農曆春節了後，中國偏向農村地區嘅疫情有大流行嘅可能。公視新聞neu言編譯。中國初八就要放令民眾出國旅行嘅限制。後面建議所有成員國攏要求中國來旅客入境進行身體檢。德國總表示會要求中國旅客快篩陰性才會使入境。不過泰國說講，疫情閣會當控制掉，無必要甲防疫政策鎖壓。過去2年外，入境愛做篩檢的政策，喺德國又閣定頭實施，只是講這邊針對來自中國的旅客入境的時陣，才愛實施篩檢。歐盟進行強烈建議，講所有嘅成員國應該對來自中國嘅航班實施嚴管嘅措施，來應付中國第一初八就要來放令嘅旅行限制。Die Einreise ist nur gestattet mit einem negativen Test. Das ist also hier die Grundlage. Und wir werden darüber hinaus also an den Flughäfen systematisch durch Stichproben nach Varianten forschen und ein systematisches Abwassermonitoring auch vornehmen, sodass wir also hier die Gefahr gut bannen können. 歐盟嘅部分國家，親像意大利、西班牙，還有法國，已經開始針對中國入境嘅班機來做實施檢定。中國本土疫情大爆發，當局公布嘅數字煞無法度來反映實際狀況。即馬要閣復回民眾出境來旅遊，和各國嘅神經線攏假案來對付。不如個亞洲嘅泰國、馬來西亞，還有柬埔寨，為咗要拼觀光，攏來宣布防疫措施嘅政策，攏會共款來對待，未針對特定嘅國家來實施防疫管制。นี่ก็เป็นโอกาสอีกหนึ่งโอกาสที่เราจะได้เร่งฟื้นฟูเศรษฐกิจและความสูญเสียต่างๆที่เราต้องรับกันมาเป็นเวลาเกือบ3 ปีวันนี้เรากำลังจะเปิดประเทศด้วยความพร้อม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คือรายได้สำคัญเป็นอย่างมากสำหรับ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นะครับ泰國當局強調講，疫情佇個有法度控制嘅範圍內，唔免對咧政策咧行。也若美國除了講要求對中港澳來旅客，佇個登機48小時內要有陰性嘅證明，擴加嘛佇個機場來設自願體檢站，來預防新變異株嘅出現。這款嘅有預警嘅功能，包含洛杉磯、西雅圖等，攏總有7座國際機場來扮演這款守衛台嘅角色。There's a lot of places where we don't know what variants are circulating, so using travelers as sentinels is a way to fill in the blind spots, if you will. 佇個擴大體檢航班了後，目前這項計劃上介少還佫包含有對30個國家來，差不多有500個航班，其中有290個是對中國還佫有邊仔地區來的。公視新聞鄭依仁編譯。春末2禮拜就要過年啊！台北地法街年會大街，
即阵是因为疫情过2年以来才开始开卖，不过物件慢行起价，亲像土豆、果子仁都起2-3成，乌鱼子平均嘛起1成，民众无大话，敢若会当卖较少咧。甲各种色的糖仔放起伫货架啊，土豆、开心果嘛，一袋一袋互民众拣。台北市立化鸡年会大家正式开始卖，这往是2年后才开放试食，透早就袂少民众来买。原有料拢起的情况下，今年袂少细小啊拢起价。买南瓜子之前都差不多250、240，现在就270、280了。薪水没涨啊，所以就少买一点，少吃一点。价钱是有差了，可是要吃就是要买嘛。比起各种年会介绍，豆仔仁类土豆起上济，平均起差不多20%至30%，牛轧糖嘛贵2成。另外，煮年菜爱用到的南北货、大货也拢起，亲像乌鱼子平均起1成。最高顶级的旧年同期一斤是2000块，即卖2800块。北海道干贝是贵差不多2成。3粒罐装第2包鱼，旧年480块，即卖一罐580块。也是进口回锅平均贵2成。万物都涨，包括运费啊什么都涨，哈，那个比较让民众有感觉到涨幅有一点涨幅。今年乌鱼子的产量真的很少，包括海洋啊，那一个养殖的产量真的差很多。日本北海道的干贝那个产量也是差很多，包括那个运费的一起调涨。物价起无停，为主计总处公布上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会当看到，去年12月 CPI 年增率升悬到2.71%，累计去年规年 CPI 年增率2.95%，创下14年的新高。其中，伫外口食费用起5.77%，也是14年来的新高。另外，17项重要民生物资内底，12月平均年增6%，其中鸡卵起21.99%上济，沙拉油、调理油起14.32%，面包起8.8.33%。米起7.5%，创下82个月以来新高。17项重要民生物资已经连续3个月起6%，这原来互民众对物价起价真有感觉。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仔日调解协商，外界上关心当时要普发现金6000块。立法院这个会期到1月13结束，国民党要求延长到1月19，经三读通过用早分钱。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各部会已经在加班，会紧把法案送到立法院。另外，内阁改组，苏贞昌敢有法度继续做行政院长咧？苏贞昌讲，家己就亲像大的人，规身躯臭汗酸味，袂得人听。在了哈，那我就很郑重的哈来跟那曾总召道歉。好了，4市原放落新单，甲詹民忠压腰回失礼，就是希望讲预算审议会当顺利过关。因为国民党扬言讲，假使4市原来是唔回失礼，安尼就要来拒绝卫福部审议的预算。6号立法院的调解协商，外界上界关心的要是普发现金案，立法院是唔是会延会来处理呢？我们党团希望延会到元月19号。行政院不把法案送进来，我们党会提案，绝对可以在元月19号前完成3读。那要说在4天内可不可能完成？啊，那假如大家有共识的话，有可能的话，我们何乐不为呢？行政院正在加紧各部会的作业，要把法源做好，送请立法院同意，希望开春以后。就能给全民一个新春的祝福。调解立委拢咧话讲，行政院就要紧密甲普发现金案甲送入去立法院。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表示讲，当日来作业，立委领6000，大家拢有家己的看法。给小孩当这个教育基金吧，我可能不会去领。他如果汇入账户，那我可能会领出来退还给国家。我自己也会把这6000块钱捐给我支持的公民团体 NGO。无排除全民规个发6000块。苏贞昌面对内阁改组的声浪不断，政策紧急洗碗来顺应民意，传出讲留任的机会阁加真多，一句打，更加互人恶咧想。挑担的人满身汗臭。是不会讨喜的，我们尽力要做好，不过也没有100分的政府。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仔日去嘉义视察陆军，为了应付新的战争形态，这是头一届伫演练结合中科院的无人侦察机。因为年纪要到啊，总统也分加菜金给部队。
提前向前冲，加强中正机部23处理，找6透早进行实兵演练，模拟敌军为水上机场空降的应对作战。总统蔡英文特别来到现场视察，嘛颁发加菜金给官兵。张立强。这个演练头摆结合去年中科院研发的战术型无人侦测机，这款无人机会当伫近距离收集战场情资，第一时间提供予指挥所参考。蔡英文来到嘉义空军基地参官兵做伙食饭的时阵，嘛致辞说明。我们透过模拟战场实景的无人机监侦训练，不仅要强化我们官兵实战化的能力，这也是因应当前的新的战争形态。蔡英文阁俄罗空军第4联队伫去年8月成功对应36架中共军机的威胁。另外，伊嘛到嘉义后备指挥部视察，了解后备部队的状况。回到嘉义后备指挥部，除了执行协调多次的教召，我们的后备指挥部呢，也来做提升后备部队的战力，也有效的编管民力，让我们地方民防系统运作顺畅。让守护国家的力量更加的坚持。伫去年底宣布兵役制度的调整了后，蔡英文顶礼拜先去到澎湖，互大家看台美协同训练的成果。这礼拜阁来到嘉义来勉励官兵，帮民众通相信国军的实力。以上是记者林思豪、谢桂林伫咧嘉义的采访报道。来看台中大里有一间3层楼悬的透天，半暝3点外着火。第1楼困的厝主有爬出来，不过伊的太太、查某囝后生，阁有6个月大孙，5个人拢被掳走，不幸过身。厝主讲，伊看到有蛇，想要用高粱点火甲赶，才会着火。不过伫外地送货大汉后生赶转来处理，伊怀疑是电器着火才会致灾。这一栋3层楼悬的透天，规栋拢烧起来，消防拼紧救人。伫台中大里东南路的一栋人家厝，初6透早3点多，报讲着火烧，现场佫传出爆炸，消防局赶紧出动。66岁细陈的厝主因为脚蒙便住伫1楼，家己先爬出来。另外住伫楼顶的5个人，互救出来时，拢已经无生命现象。2楼跟3楼分别有2名及3名的这个民众，那救出时的比较遗憾都是呈现欧卡的一个情况。然后他自己爬出来，开了门自己爬出来在门口啊，他有喊他们家里的人，可是没办法下来了啦，因为那个门那个烟太大。这户人一家3地救出来5个人，分别是62岁厝主太太、38岁大汉查某囝、32岁第2后生，佮有12岁加6个月大的孙仔，分送被急救，最后拢宣告不治。到院时已经无生命征象，瞳孔放大，且全身以及口鼻都有大量的炭粒。经过急救之后，仍然宣告急救无效。火势伫透早5点25分灭掉，火调人员等到天光，入去内底了解着火原因。伫外地送货大汉后生接到通知，马紧赶转来，伊怀疑是因老爸咧用要10年的电烘炉着火，才会造成火灾。电暖气的关系。他用电暖气用多久了？你说那一台吗？那一台老旧吗？蛮久了，大概6、7年，快将近10年有了。因若着火真正原因，也等待调查。消防表示，怀疑是对1楼着火，佮因为是暗时，厝内人已经困入眠，互乌烟杂甲熏意，才会被呼走出来，造成严重的伤亡。市府后续嘛提供家属慰问金，帮协助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气象局讲下暗开始冷空气会落南。明仔载拜6和礼拜北部甲东北部温度会敢若剩13度、14度。这波冷空气较大、较无好，不过会甲中国北境的空气污染物吹过来台湾。环保署表示，拜6各地头的空气品质拢无好，若南部的空气污染尚无会维持4天。黑暗的天气小可淡湿，气象局讲，阴暗开始要变寒咯。这波冷空气真大冷，会一直持续到1月初8。较看空的所在，上低温会来到11至12度。目前看来最冷的时间点的话，应该是在周6、周日，其实早晚清晨都是有机会的一个情况。那在最低温的部分的话，普遍来说，北部跟东北部以及中部大概会是在13、14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5到17度。那有些比较近山区的一个平地或是空旷的地方，可能会在低个2度。
气象局预计中南部早暗温差会较明显，提醒民众爱注意保暖。另外，因为冷空气落南，甲中国北京的空气污染物带过来台湾，气象专家彭启明提醒，霾害的浓度爱礼拜过了后才会降低，气更无好的人爱做好防范。可能会顺着这个东北季风会跟着再下来。那预期呢，从今天深夜开始到礼拜六、礼拜天这2天，我们台湾会受到整个境外空气污染物的影响。那大致上呢，有可能会到达敏感族群不健康等级，所以对敏感族群要特别的留意。就是这2天，那预期呢，到了下礼拜1、2开始，等于是另外一波，可能有点水汽会接近，所以又改为下雨，所以这个稍微会减缓一点点。彭启明表示，后礼拜还有另外一波冷空气会来，有可能忽然间变足寒。旧历过年进前，应该拢会是寒冷的天气。记者麦上英曾俊佑台北报道。来看墨西哥当局拜四甲卖毒品的集团老大古兹曼的后生抓起来，恶毒随起诉作乱，和警察开枪对战。民营甲军方的飞行机拢互枪支弹着，造成3个安全人员死亡。当局下令西纳罗亚州有几个机场拢爱暂时关起来。学校嘛爱停课到拜五。大型火车红放火，火烧甲真大，高烟一直冲出来。边仔迄台公车已经烧甲剩车5厘米。墨西哥武装部队拜四发动突袭，成功抓到贩毒集团的老大埃古兹曼的后生奥维迪奥。我方随即展开报复行动，伫贩毒集团大本营西纳罗亚州真侪所在城市来放火烧车，并且对军机甲客机来开火。旅客看到实在唔敢相信。Yo estaba grabando cuando llegaron las Fuerzas Armadas aquí al aeropuerto y los recibieron a balazos. Entonces nosotros íbamos tratando de irnos caminando a la casa de un amigo, pero pues no se pudo porque los agarraron a balazos y el avión tuvo. 受影响的客机当时正准备起飞，囡仔行到慢慢好，乘客也拢找暗号，驾驶无人员来受伤。而相关的场景，2019年也捌发生过。当时武装部队也是要抓奥维迪奥，甲卖毒集团的乌帮爆发枪战，轨道上有不少人死亡。当局为了避免引生更加多暴力的行为，规模外过了后就将奥维迪奥放出去。经过根据美方的情报，奥维迪奥接下老爸卖毒的事业了后，增加在一个毒品工厂，每个月生产1300公斤到2200公斤的毒品，其中多数是走私到美国。美方伫去年12月宣收500万的美金，要抓奥维迪奥甲伊3个兄弟。这摆墨西哥当局得到美国协助，伫经过6个月监控的行动了后，要成功抓到人。El detenido fue trasladado desde el punto de su detención a la Ciudad de México en aeronaves de la Fuerza Aérea Mexicana. Hasta el momento, el personal del Ejército Mexicano y Guardia Nacional continúan realizando reconocimientos terrestres y aeronaves de la Fuerza Aérea Mexicana realizan reconocimientos aéreos. 墨西哥国防部表示，这阵奥维迪奥已经予军机送到墨西哥市，为了安全，案发地点西纳罗亚州有军内机场暂时关起来，学校也停课到拜五。特别注意的是，下礼拜墨西哥的主办北比领袖峰会，美国总统拜登有下礼拜就到位。这事件发生的时机是真敏感。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来看美国众议院议长的选举投票还未结束，共和党内具有排反制，投票到11轮拖3天啊，麦卡锡的票数共款无过半，无法度选调，创下164年来的纪录。因为议长无一定就爱议员才通做。共和党都有人提名前总统 Trump 来做议长一位。And so I nominate President Trump because we must make our country great again, and he can start by making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great again. 美国众议院议长的选举演讲赛进行到第11回合的时阵，共和党及右派势力自由党团内底上届反对众议领袖麦卡锡的非洲议员盖茨，加前总统川普肯伫候选人名单。只不过最后投票结果无亲像伊所希望的，就只有盖茨本人一票而已。麦卡锡必须伫全院435席内底得到218人的支持，才获得顺利坐上议长的宝座。民主党所提名的非洲裔领袖杰佛瑞斯，伫党内大团结气氛下，投票拢投予伊，一路保持212票。而麦卡锡是伫自由党团20名议员的强烈抵制之下，一路去掉咧，也暴露选后共和党是陷入非常混乱的局面，更加互外界看到美国民主两正一面。How long do you think this is going to drag out for at this point? I'd love to know, but we're working through and we made good progress today, so we'll continue to talk. Did you ever think it would?
新的会期议长选不出来，众议院就无法度来进行任何重要职能，包含监督国家安全、调查政府不当行为，也佮通过立法等。各会因素拢袂顶袂当的。共和党议员和家己党内这派六人的极右派，和一个塔利班20人的派挺的外号。因主要来自美国南方，大部分是2020年大选川普的铁票区，计半数拢过着承认顶摆总统大选的结果。美国媒体消息讲，麦卡锡为了当选，决定对自由党团提出了一连串要求来让步，而且改变也下了议长办公室的权力，并且和普通的议员在法案的起草也有通过方面拥有较大影响力。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继续来看美国犹他州发生枪杀规家伙仔的命案，凶手是一个查甫人，因为太太要和伊离婚，伊就甲太太、丈夫甲5个囡仔拢开枪打死，落尾家己嘛自杀，规口罩8个人拢死亡。警方伫咧犹他州伊诺克这间厝外口有封锁线。这件灭门血案，和这个人口有8000人的店，大家拢真惊。市长切斯纳特讲，这个家庭的囡仔甲伊的囡仔，捌伫因兜后院做伙耍。市府的官员讲，愈多人逃杀，这礼拜本来有一个会面，但有人无来。社福单位伫咧找5去因兜看，发现因规家伙仔拢死伫厝内。Today, a welfare check was called into the Union City Police Department to check on a home here on Albert Drive. Upon entering the home, the officers found 8 individuals, 3 adults and 5 minors who had received gunshots and were deceased. 市府的官员讲，42岁翁塞海特正枪杀40岁牵手逃杀，甲伊的丈妈，所以对家己5个囡仔开枪，每一个人的身躯顶拢有枪伤。根据法院记录，牵手逃杀伫中国的2月提离婚，也已经收到文件。警方讲，几多年前就针对这个家庭做一寡调查，但佫无讲是甚物情形。美联社报道讲，这个社区是全国发展上紧的地区之一，真侪拢是大家庭，也甲犹他州大部分人共款信耶稣基督后期圣道教会，也就是摩门教。We all know this family. Many of us have served with them in church, in community, and have gone to school with these individuals. 犹他州长考克斯加总统拜登拢发声明哀悼。拜登并且讲，这是一件悲惨的枪击事件。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辑。印度即阵有寒流，北部未少所在温度是直落。首都新德里初5阁出现2度2的温度，创下温度上低纪录。毋但咱人爱摸鱼仔，就连宠物牛嘛爱甲架毯仔冻寒。阁有真侪5岁以下囡仔因为天气伤寒去感着。街路边无厝通转去的人，用火炉伫喂烧，因看到机车骑士穿着到外套，佮特别来送毯仔，交互大人甲囡仔。受到寒流影响，印度北部部分地区出现低温的气候，和首都新德里初5阁创下低温的纪录，只有摄氏2.2度。So this is also lowest in this region. Now this cold wave, cold day, and also dense fog will remain next 24 hours. From 6th onward, it will start reducing gradually. 冷气机的温度，互骑着奥多拜三轮车的民众拢穿着真厚的衫，有的技术甚至是冷到手指拢无感觉咯。当然，畜牧业者饲的狗仔、甲牛拢有冚着毯仔，也是求伫地毯喂烧。离病院内底小儿科的门诊更加是排队排甲真长，特别是1岁到5岁囡仔，拢因为安尼感冒、咳嗽嗽发烧。उसकी वजह से टेम्परेचर काफ़ी लो चल रहा है। उसकी वजह से छोटे बच्चे जो खास करके 1 से 5 साल के बच्चे उनमें सर्दी का प्रभाव जो साइड इफेक्ट्स सर्दी के बहुत ज़्यादा देखने को मिल रहे हैं। सर्दी का दुर्भाव इतना बढ़ गया कि वायरल इन्फेक्शन बच्चों में बहुत ज़्यादा आ रही है। 过去印度的正月甲2月平均温度差不多是摄氏8度左右，无像北美这地区遮尔冷。即马寒流继续发威，数百万剩食人口因为无厝通转去，只会当住伫路边。若是保暖的衫裤无够，受到寒流影响，甚至是有可能的死亡。公视新闻台是同编译。台北内湖当年塞车一直无解决，台北市长蒋万安就指示成立专案小组，改善内湖科学园区交通的问题。有企业代表提议推动交通船行水路，改善塞车佮行销观光。蒋万安表示，这个方案较困难，会继续来讨论。内湖交通塞车问题长期无解，台北市交通局拜会内湖科技园区发展协会。
听企业心声甲需求，有企业提出水路运输的方案，用交通观光船解决上下班的塞车问题。船舶的运输量太少也太慢，观光可以了，但是如果要作为通勤，我个人认为还不成熟，很夸张，很难实行。船上班这附近也很难靠暂停，也还是会换交通工具到办公大楼。搭船这个，我可以归类在比较有创意，受限一些可能气候或者是整个班次趟数的部分，它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内湖交通行水路是不是有改？内科协会名誉理事长洪素慧建议加入城市行销概念，包括圆山饭店、八德路，也甲南京东路的麦帅一桥，共同点拢是挖近捷运站，是会当考虑的上落船地点。因为圆山那个地方呢，直接这样子过来的时候，它是可以直接接在那边的捷运站，然后这样子不管是往北或者是往南，它的交通其实就是去疏散，同时它也会去疏散到从桃园来这里上班。其实整个台北市它应该是一个北北基桃的一个大概念。这个部分也要考量到整个基隆河的水力，包括清淤、包括潮汐等等。那根据过往的评估，困难度是比较高。高龙桥表示，水路运输是坐船过基隆河到其他埔岸10个船有摆通勤，不过基隆河水位受到海流影响大，还有积水问题，航班时间成本拢要考虑，而且通勤甲观光性质差真济，安怎结合拢需要去思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市立棒球场挖到废弃的电线，不过施工的工地主任煞个电线提走。新竹市府怀疑厂商想要消灭证据，派人去地检署送物证，希望检方赶紧侦办。那国民党的立委林维洲嘛认为，球场发包营造拢是同一个厂商，等于是家己监督家己，有真侪空棒，要求检方嘛爱赶紧来侦办。针对新竹市立野球场挖出来的电线石头，新竹市府初6透早就到新竹地检署启灵要申告，希望检调较紧来调查。主要是把我们先前收集到的一些实体的物证，还有包含像我们当时去棒球场有拍摄的一些全程的影片，来送交检调这边。市长听话讲，是讲厂商的工地主任提走电线这个讲法，含监视器的画面是倒袂起来，希望查清楚。国民党立委林维洲讲，野球场的规划设计含建造拢是国家营造，家己监督家己。市府国开1000万委托爱义康来建造，但是建造的密度无够，国发包 PCM 原则上是项目都应该是无共的厂商，结果变作国家含爱义康拢负责2个项目，明显有问题。其中国家营造的争议真多，2009年围标公共工程红判有罪，2013年台湾检料搁买糖监工共款红判有罪。请检调不要慢慢拍，不要睡着了，直接侦办，然后开挖了。新竹市议员嘛要求市政府内部要赶紧启动行政调查。我认为呢，市府应该要尽快的启动这个内部的行政调查。如果在验收前发现有任何的工程瑕疵，应该要本着契约的精神跟内容，紧速的要求厂商来改善。应该要全面的来开挖，才能够了解它到底下面藏了什么这样的问题。不过，前新竹市长林志坚面册发文，要求检调较紧调查，搁发挥高方案做市长都要解决问题，呼吁实在面对沙滩的司法案件，卖互新竹野球场结果是变作转移焦点的政治工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正副议长牵涉贿选，专案包括正副议长、2个议员等等，拢总有11个人涉案。其中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树杰一直拢无到案，早起总算含律师做回去地检署报道。不过因为检方已经先签发股票啊，所以就依法甲林树杰抓去侦讯。那正副议长区里里和林志典嘛伫交保以后头一摆出面，强调因2个人拢会堪这考验，一定会配合调查。真谢谢大家的关心。涉嫌台南市政府议长贿选案的议长区里里和副议长林志典，2个是一个50万，一个20万交保。交保了2天，2个人是第一摆出现伫议会参加党团的协商会议，强调会配合调查。还我跟林志展一个公道跟清白，也是给长期我们跟民进党在台南打天下，让民进党能够让在台南市的民进党能够得到一个公平公道。而我跟李文俊没有
自相授受，也没有利益上的往来。回转案专案是11个涉案人，车祸进前原本干那村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树杰还未到案。初6早起，林树杰伫律师陪同之下到地检署，但是前一天检方已经签机票，伊一现身就直接互拘提。检方冒新一波的动作，针对依山国际开发公司的总裁杨志强，保证具提起控告以外，还佫一摆传市议员李定国翁仔某和李文俊姓黄的朋友，先后姓黄的嘛红成压。犯嫌重大，且有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于当庭逮捕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令林姓被告于今日上午拘提到案。检方是证实林树杰互拘提，但是林树杰的查某囝嘛是市议员林依婷是透过面册讲，因爸爸是家己去地检署来说明，会尊重等司法的判决。记者综合报道。寒流是一波接一波，台东关山区有一寡所在梅花已经开始开了。有农民讲，因为今年较早过年，种40多年的梅花，今年是头一摆拄好伫过年时啊召开。另外，也有农场种的桃花和樱花，按算会伫过年时啊会现娇美。台东县延平乡仑山山区的梅仔园，即马树尾规个拢已经落叶变白，准备要开花啊！伫个海拔500公尺以上的这个梅仔树，拢已经有来拍黄，花开甲规竿，等要大开。农民讲，过年拄着花大开，这是10多年来头一遍梅花花期和旧历过年拄等做伙。这个花苞都开始动了，像这样在5天就会盛开。农历过年来讲是今年我来这边40年，只有今年的农历过年可以看到花。农民讲，逐永年梅花拢是伫个12月到过当年的2月开花，大部分拢是伫个旧历年后才会大开。今年因为过年较早，另外伫个初6牧场，遮的樱花、梅花也佫有桃花，嘛拢豆豆咧拍黄嘛，估计伫个过年了后会大开。应该在农历春节里面会最多。那我们的樱花跟我们的梅花也是这时候会盛开。中央气象局预估讲，今年第一季的雨量会偏较少。即马台东地区平常日伫个风景区已经有这个旅游的人潮出现。目前各饭店伫个过年的时阵订房，初1到初5拢差不多有9成以上。过年时啊，南山初6还佫有南环伫遮赏梅花甲樱花的景点，会真侪人来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的家扶中心和市长真事的路跑协会，用走的洗台湾，甲社会大众募款。甲弱势传年菜，今年已经是办第4年了，走13天，回来到花莲，也成功募到1800份的年菜。唔惊加温阁落雨，伫领跑员带队，这个市场朋友用13天总算到花莲家扶中心，一个战场都受到影响性的热力环境。这个活动已经进入第4年，市场朋友的爱心也招不少爱运动的朋友做伙参加。整个团队所流的眼泪跟血没有白流了。什么眼泪你知道吗？感动的眼泪。我也搞不太清楚是谁在带谁，有时候其实是视障跑者带着我们跑。用走的洗台湾一年，都是为了替弱势家庭购买年菜。花莲成功替家扶中心1800户案主，拢总3300个囡仔，募集澎湃过年菜，像讲栗子、翕鸡、糖醋鱼等，互囡仔真欢喜。我们是第4年跟盲人环台路跑协会一起来做年菜的募集。今年我们的目标其实是1850份，然后也在他们今天顺利抵达花莲之后，也都顺利的可以达标。我们家的小孩最期待的日子。家扶中心的老师会送来年货或者一箱丰盛的年菜，除了感谢满满的幸福，我们也知道这是社会大众的爱心。家扶中心是讲，最近因为疫情甲景气无好，募款较困难。春节了后，马上就要开学，也有上千个囡仔奖助学金拢总减1000多万，需要大家斗3工，希望社会大众会当伸出援手。记者综合报道。前几天啊，宜兰有一个高中生咧行过路线时阵，煞去互一台沙石车撞到，目前要急咧急救。学校和警方合作，今仔日甲沙石车驶入去学校内底，甲学生伫路里都爱离沙石车较远咧，保护家己，才袂因为驾驶无看到发生危险。沙石车开入去学校内底，伫咧考完时阵，前后连3范围内，奥多麦、抓帮加违规拢被逮捕。
伫最近有一位东山高中的女学生，行斑马线过车路，互沙石车碍过，即马抑阁伫咧抢救，所以办这场交通安全宣导。虽然斑马线离我们有10公尺远，我们可以直接过去对面吗？还是要过去走斑马线？要走斑马线，要走斑马线。除了增加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也请学生伫沙石车的边仔徛一列，互学生去伫车顶体验沙石车的时间。最近的教师资料，学生发现拢看无家己的同学。你看到了哪几个同学的名字？你把他叫出来。我看不到。站在大车的旁边感觉怎么样？感觉很可怕。来看，对，感觉随时都会被车撞。学生讲真正真可怕，敢若随时拢会有车撞到，以后看到沙石车会闪较远的。你说环境都是在这边嘛，对不对？你如果说你就看前面没有看环境，有时候也是一个死角。利用这个时间来加强大型车的一些视觉的死角以及内轮差，然后还有一些防卫的观念。宜兰沙石车工会讲，大车的一条管搁看，就算是装环境影像系统，也是有一寡时间看袂到，如果有前后连差，所以民众若看到大台车，上好也是离较远的。记者综合报道。破腹生囝的查某人，若是搁再怀胎，有1/2000的机会，囡仔会伫咧破腹的分叉顶悬成长，这是有正大的风险，会甲较早破腹的所在经破去，造成子宫大出血。对妈妈和囡仔来讲，拢真危险，所以大部分拢会建议把囡仔提掉。不过，台大病院的团队是透过提早破腹，协助几个妈妈平安把囡仔生落来。这款成果也刊伫咧国际期刊顶悬。还是可以的，就是要相信医疗团队。为其他8分外温的妈妈加油，杨小姐进前发生8分外温，就是后一体的胚胎伫进前破腹生产的上架顶悬成长。这对妇女来讲，其实有真大的风险。国际上拢是建议甲提掉，但是杨小姐翁某因为有新的过程并不顺利，才决定拼看卖。就是非常崩溃啊！就是前面也2次这样子啊，那就最后一次就想说跟他赌看看啊。碰到这样子的 case。目前我问到的都是说把它拿掉，因为怕将来它会子宫破裂，就算是它活产了，可能子宫也要拿掉。台大病院表示，8分外温风险真悬，杨小姐伫了解风险了后，也是决定要生落来。因除了伫有新的过程特别提供帮助，落尾伫第30周的时，为了避免子宫破气、胎儿死亡，决定下专科合作提早生产。会使顺利生产，上关键的因素是资源整合。除了妈妈的信心啊，整个医疗团队的这个资源，万一真的出了什么事情，医生第一时间的警觉。病院表示，伤者会去因胚胎伫遐成长。根据台大病院的统计，每2000个破腹生产的妇女，就有一个可能发生8分外温，而且数量搁咧提升。因过去拄到8外个8分外温的案例，也只有3个顺利生产。虽然8分外温相关医疗甲生产有健保，也愿提醒民众若无必要，尽量选择自然生产，会使避免相关风险。记者高文条随台北报道。全球的冰河是愈来愈少，而且消失的速度超过科学家的暗算。昨有一篇发表伫国际期刊顶悬的上新研究指出讲，就算世界各国针对减少暖化、甲碳排放等等的气候目标拢有达成，伫咧21世纪结束之前，地球嘛有一半的冰河会消失去。伫咧挪威尼哥不林冰川，每下一步拢爱好好珍惜，因为脚底下即个冰蓝色的美丽风景，以后可能会看无啊。这是科学家伫咧摩加格陵兰抑个南极洲的冰川顶头的冰河成立的情形下，以地球温度升悬摄氏1.5度、2度、3度加4度的模型来预测全世界215000条陆地冰河，发现到这个世纪结束，就算是甲温度升悬控制伫咧摄氏1.5度以内，也有26%的冰河会消失。更加何况目前1.5度的目标拢还未达成。报告讲，就算是设定的气候目标拢达成，到2100年之前，上最也是有50%的冰河会完全消失。They're being lost in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and there's nothing that we can do about it. And 50% loss is considerable. Losing 25% of the total glacier mass is a lot. But it's a lot less than 40%.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以即卖气候承诺来看，在2100年之前，地球的温度将会增加摄氏2.1度到2.9度。
那真正安尼是，包括欧洲的中部、一个美国、加拿大西部以及纽西兰真侪地区的冰河，可能拢会永远消失。A lot of the small glaciers, they're simply not large enough, and they're in locations that do not allow them to survive these increases in temperature. And that's why we see a lot of the mass loss by number, those very large percentages, about 50 to 80%. Glaciers are currently one of the largest contributors to sea level rise globally. 研究人员预测，温度若增加摄氏1.5度，海平面会升悬9公分；若是增加4度，海平面上升的悬度会到15.4公分。目前有真侪地势较低所在沿海地区，拢会规个无去。虽然地球的环境恶化看起来是无法度转去以前的情形，严格科学家认为，因应气候变迁的各种努力，有外会当帮助减缓对地球的伤害，也当降低大自然的环保对人类的生存所造成的威胁。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伫台湾有一寡团体会招民众甲头毛加落来做假头鬃，管好着感的患者。若欧洲有人发起回收头毛的计划，剃头店甲人客搞头毛，无爱头毛本地拢直接断掉。毋过头毛吸油的效果真好，即马收集起来做吸油的毯仔，回去卖定再利用，搁真环保。伫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这间美容院内面，师傅当在帮人客夹头毛，本来这夹落来的头毛拢是当做粪扫单掉，但是即马美容院的员工拢会好咧啊，甲头毛拢收集起来，堆咧一地搁一地的纸袋仔内面。一个查甫人撒开美容院的门行入来，摕过来新的纸袋仔互头家，嘛顺续来摕已经戴满头毛的纸袋仔。伊是比利时一个非营利组织的创办人，甲真侪间美容院合作，发起一个回收头毛的计划。将这收集起来的头毛放入去一个机器内面了后，机器就会把头毛变做一片一片，敢若薄薄的毯仔，然后再搁一沿一沿缀做伙，看起来敢若地毯，会当用来甲油吸起来，效果非常好的头毛吸油毯仔就完成啊。Alors ces produits d'un kilo de cheveux, ça peut absorber à peu près 7 à 8 litres d'hydrocarbures ou d'huile. Et donc c'est utile effectivement pour absorber dans le cadre des pollutions. 头毛回收计划创办人詹森，甲因做的头毛吸油毯仔摕来这个汽车的修理厂。原本伫修理汽车的时阵，拆零件、钻空，拢会漏一寡油出来，真歹处理。但是甲头毛做的吸油毯仔铺伫涂骹，油就会当吸甲清气淡淡。另外，伊嘛甲头毛的毯仔做长长一条，铺伫下水道的水沟仔内面，就毋免烦恼垃圾油会流去其他所在，造成污染。这个头毛回收的计划，毋但是修车厂的员工感觉真好，美容院的师傅嘛真愿意配合。就连来夹头毛的人，知影家己夹落来的头毛原来阁遮尔有路用，嘛感觉真欢喜。Je dirais même que ça me motive à revenir ici, et je pense qu'il devrait le mettre en avant. Ça peut attirer une nouvelle clientèle. 事实上，进前伫英国、法国拢有美容院会回收头毛，搁再利用来吸油。即马比利时嘛开始安尼做，相信未来有愈来愈侪所在，拢会用这种简单搁环保的方式解决污染的问题。记者甘恩恩编译。天气报你知，下暗开始冷空气落南，明仔载拜六和礼拜北部甲东北部气温会较降低。不过，这波冷空气较大较无好，会甲中国北京的空气污染物吹过来台湾。环保署表示，拜六各地空气品质拢无好，南部的空气污染尚无会维持4天。明仔载天气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4度到20度，中部地区14度到23度。南部地区14度到25度，东部地区14度到22度，外岛地区11度到19度。
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晶，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